吧？今天。他来的最早，我的第一个。他们说你直播的时候就不要跟他们架起，把架起，不是跟到走了。对，他们也跟着来。这样子啊。哎，因为一跟到走，他们都要撸架在里头。现在群里面都不可了，群里面都发了通知，不能去设定前的一样。你弄个架子就好架子。我那个镜头要不得，镜头是定焦的，知道吧？但是你不要跟着走，不要跟着外面去就可以。哦，这个里面就可以。我再远一点就可以了。等一下就去下了，你不交马上就下播了。今天我没拿支架嘛。那我要架子过来，那多大一个？你的架子可以装吗？啊，可以放吗？可以放，我这儿有这个。我本来就多准备那个。可以放吗？可以啊。就多了，我本来车上有2个架子，随便拿个架子就没用啊。装过去拿去了嘛。等我把它取下来，然后我把那个放我上面。你这可以取啊？我可以。为什么？我一样的是吧？这个上面一样。他们每次都给你们准备一个。今天咱家的站着起来，我真的不能吵。哎，现在有线嘛就不踩。这个，哎，怎么倍数一点那个呢？我是说嘛，05是一人领天嘛，分组嘛，分组，然后一个一个的那个。95亩是踩第一个。
一圈要将近40天，30多天吧。30多天也不是每个人常来，也就算30天嘛，25天。25天的话，你还基本上1个月嘛，一个人能领1次。1个月领1次啊！30多个人。家默吗？你看穿了白衣服。17他们应该去拍视频去了。那个瑶瑶他们嘛，应该是有可能晚一点来，有可能不来。阿布本来是成员嘛，实际不是。戴个帽子，你看哪个谁戴个帽子？看是谁？7点50就开始，不是8点钟，7点50就开始跳。同志们，你在哪儿？在现场吗？怎么了？
眼镜儿，我知道。今天晚上不在呀？没看到你。大错和吴京在后面直播。我觉得应该把那个周边用那个那种杆子啊，拿个袋子啊围一圈儿，咱们那个隔离嘛，隔离带那种。看呀，就中间嘛，中间那个里面摄影师在里面拍，然后围成一圈儿，然后可以放，可以放。这样是不是？可以很多放，因为我这要上面要动要转。我晓得，我是这样放，这样放比较好啊。
得这个颜色好看，好看啊！绿色一样好看。永吉也穿了个颜色衣服，我以为我看以为是永吉来了呢，不是。跟那个颜色不一样吧？基本是也是深绿色，他也有一件那个。看是谁？可以，随便挤进去就可以了。这个颜色看以为是永吉的，穿了这个颜色永吉也有一件衣服嘛，基本都有吧，我觉得深绿色都有。点开了设计问题。对，高兴了几天。以前扎西拉姆都是他们两个最好的关系，最好的朋友。他不知道扎西拉姆今天咋回事儿，这段时间也不对头。我叫他每次来，他说来，每次都看不到人。他现在一般在罗马呢都去的比较少，但是晚上还在直播通宵搞。他眼圈都是黑色的，黑眼圈。我们晚上熬夜熬到4、5点钟，都是在睡着的情况下。他那个就是一直在盯着屏幕。这个是谁？和尚。吴家木跑不在了，吴家木跑后面去了。到这里呢，吴家木消失了，跑哪儿去了？雍正来了，甩着手就来了，手甩着就来了。那个雍正那个辫子一定好看，他辫子翘的比较高。哎呀！
个用他们用。哎，我拿来多拿一个。五斤的，哎，今天只有50%的电了。拼做上去蒸。小朋友这2天都在。就结尾的时候动作很快，他动作很整齐就好看。
主要歌曲太多了。都是好多都不认识啊。对，我真不对认识，对啊真不认识。我才来几天嘛。对呀、我以为是江西那个，其实不是，长得很，个子也还比较高。还是要整一下。这五角膜消失了，后来跳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没有，今天不知道哎，今天没安排。明天有一个明星曲儿，明天
免给吃血。呀，有个。
点曲嘴来了。不要，谢谢。不抽烟。走马出菜了，这个戴帽子的才来，还有跑了，我家没跑不在了。对，反正很安全，特别是这几个。秋季抓起分子、红鲟、还有鸡，就这几个。但蓝队员拍有点少，现在。现在需要是蓝队员，不是女队员，女队员太多了。潮汐对啊，潮汐是摩登是最那个秋季。专业，他做生意的，专业就做生意，都是老板嘛。团队好的都是个人老板，都是私营企业。
一般啤酒团队做生意的嘛。都是成都噻，他没在成都，他怎么可能晚上有时间跳舞嘛？当然还没。不会的进不了团队哦，所有都会跳才能进。人那么多嘛那边的，人多不多？没人的，最多来访过来的。全部从那边过来的。我一过来，他也过来。他出去找他，我又把他送，他喊我把他送过去，什么东西？手机啊？啊？手机吗？还有他手机？拉出来iPhone去了。跳，交叉到的，拿出一跑罗马去了，曲嘴过来了，待会儿曲嘴过去，然后拿出过来，靠，上了这个什么的，看那边人多不多，罗马那边人很少，就过来了。你在干嘛呢？我看他们几个。那错去卧底啊？不知道，再看一下情况吧。那边灯光没有以前好，以前有专门打灯嘛，现在那个只是靠那个商铺的那个灯光不是很好。他们交流有时间用藏语，我听不懂，拉错也听不懂。他们几个搞不懂说什么，反正随时在笑。听杂戏啊，随时在笑。来了，动作快了。你从罗马过来？嘿嘿，又从罗马过来了。他们都喜欢看黑衣服。还有像苗条啊？他苗条那个，本来就苗条啊，感觉也想高一点。应该穿5颜6色的。你
看那个税高，永征高还是苏拉高？这两口子。这个还有卓玛初，永征还有登之站在中间比高矮，登之然后垫了脚，垫很高，还是没他们高。呵呵。后面也是水，我不认识。英卓和卓玛初，感觉都差不多高啊。新上的。这个歌也好听，他每次都想不起歌曲名字，哦不是歌曲的那个名字啊。叫划船。欧姆还是在第一个，刚刚去休息了。
啊不戴帽子。又在给国外吃吗？看什么国外的鱼啊？看吧，有中文。哇，那么多粉丝啊！哇，你在拍谁啊？都在拍，他们的每个人都拍，只要跳舞的都全部拍。没跳舞的不是。嗯，你这个狗狗花多少钱买的？几千块钱，你们想买吗？但是必须要随时要陪伴它，就家里面，你家里面随时要人，每天要陪着它，那你一般工作什么？一般工作那就不行啊，那就没时间了。一般。那你把关到家里面也不好啊，关家里面你每天只有1-2个小时陪也不好， 1-2个小时啊？这也太少了吧，起码5-6个小时吧。那么就1-2个。对，那个它要睡着了。不会，它睡着了。每个狗都是。它如果没有时间陪的话，你买猫猫好一点，因为猫咪的话它可以不用陪，它不用上街。有个姐姐说，猫咪如果想睡觉的话，那就这样挠一挠它，它就会睡着。对，它喜欢嘛。猫猫。这个能吗？狗狗应该看这个看情况，一般不会。它要睡着了。一般不会。狗跟人一样很警醒的，随时在醒。没有闯，危险。黄颜色的贵，白色的便宜一点点。那白色便宜，那哪种贵的话一般，它正宗的就是2-3万，我看过这个小狗狗在网上，它有一个主人一回家，然后它那个有晚上有只狗直接扑向它，就是主人一回家直接扑向它。它不会。那时候这个有一只我在网上看过，这个狗有人那个很晚的那个主人才回家，然后对啊，它一直等嘛。然后它一直等，对啊，一直等。然后主人一回家，然后主人如果不理它的话，它就直接乱蹭乱蹭的。要掉毛。它冬天掉毛。它长得大吗？只长那么大。啊？只长这么，只有这么大。会死吗？它就这个品种啊。每个狗都会死。
狗狗一般活个15、16年吧，16、17年有时间。那么久？对，小狗狗越小，狗狗说明狗狗小，它生活的长一点。 20多年的话我就死了。一般相当于人到100岁左右吧。它所以就说，你买了狗狗就要一直陪伴它，因为它跟你一辈子嘛。但知道口头禅就是笑一笑嘛，笑一笑嘛。呵呵。并且狗狗它在要死之前，它是不会在家里面，它会死在外面。没有比赛，它是邀请嘛。对，邀请。对。是邀请，我看见了姐姐。我看到你了一眼。哦，哈哈。我看见了你一直在那边拍照。我看这狗狗对，一直拍。哦，哈哈。哦，狗狗没带。没有带啊。没带狗狗。那我上次看到还看到一个白色的。那把狗狗放哪了？就放家里面嘛，因为我们家有个小孩子嘛，他读8年级。8年级。就初2嘛。对啊。他每天晚上陪他睡觉啊。狗狗马上就要睡着了。讲故事啊那些都要。他也会这个狗狗要睡着了。他要陪伴，他要陪他睡觉啊，就这些。还要陪他睡觉。对，讲故事那些，他要那个。饭吃没？什么？饭吃是别人都分。是啊，6、7点钟就6点半就吃了，6点半就放学了嘛，6点半就放学嘛，7点钟就吃了，7点钟就出门。早吃我们都还没开始呢，我们只有9点多开始。呵呵呵，太晚了，9点多他们都要睡觉喽。这种狗狗超贵，我在网上看3万。要比赛的是2、3万块钱，一般的是3000多、2、3千。有些网上他们是拐来然后再卖的。你要买那个犬舍里面的，就宠物店那种，专门培养的那种。你上个跑车我就去问。对。你把跑车什么？认识。他只要跑过就可以了。你太花心了，拿出跑那边去了。对。他说跑过去坐卧底。去。350块。今天人少一些，因为没到星期三。对。不喝。哇，这2个小朋友很小哦。电了，等一下，先闻一下。OK， 现在拍多久都可以。
认真的，他本来一跳舞就一直很认真。我不去啊，罗马有人啊，有那边有警察的啊。亚秀，来呀，来呀，快点！练那个新的舞啊，对，就有点新舞。吉祥祝福吗？跳这个，凳子跳这个。吉祥祝福吗？这是我的吧？好嘞，我另外一个，就西藏高桩跳起来。这个叫西藏高桩跳起来。高干子女，这都不能乱说了。我们是学舞蹈的，分很多种。
们两个想过来一起跳，这王青和那个张小罗。才18岁，呵呵。今天来比高矮嘛？这比高矮嘛，他们打招呼，平时哈喽。扎西后面是不是开树？开树没来。都是老板，歌手也是，都做生意的。他还没嫁出去，英卓也不急啊。英卓今年才加入这个足球场。今天加的比较多吧，没有几个。头上取针，英卓。还有几个像一下。三阳江那
多了。再来一个什么？再来一个什么？你们不是那个吉祥祝福吗？还有什么新歌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王八蛋真的是什么？名字都没有，又是重复的。这第二次了。这插往里面了。回来了，他们两个。对，回来了吗？拿车回来了。我没电了，20%该充电。我那个手机现在充了70%，他的手机没电了。哦，有没有了？我去跳舞啊！谢谢你们的，谢谢你们。老福，对，他们在7公里里面跳的比较多。这个，高松他们以前高松跳那个卡子式跳的最好，弹跳力可以，跳得很高。不知道放扎西，发水了。还有多少分钟嘛？还有16分钟。扎西。很久没跳了啊，他不听话了。
跳得很好看是吧？以前我拍男的跳舞最多，然后他们说你老是拍男的，然后我就拍女的嘛。女的跳是老是拍女的，然后又拍男的，后面就干脆算了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吧。哎，他们来了，瑶瑶来了。吴佳默也消失了，刚刚才来，看着我跑了，跑去跳舞去了。吴佳默刚刚消失了，刚刚来了之后跳了1-2圈就走了。唱下去。消失了1个多小时。加油嘛，加油哈！17也来了。对，曲生来了，老6来了，哈哈，去老6。那边老7、17。哎，破了，快加油啊，加油！对，17也来了，哎，我这个手机拍一下吧，我今天没拍，短视频都没拍嘞。这2天拍的短视频太多了，没发完。前天拍的都还没发完。他们一穿战服，就他说不好看，我说没事儿，不存在这些。佳默在里面，还少了一个丽丽没来，丽丽在上班。的课17在考研究生，好像是医生吧，好像出来去当医生。现在他来的时间比较少，1周的话应该来个1半时间吧。拍续来了啊！呵呵，他们是不是拍视频拍什么？还是发过。
有点近，跑一边去。这个是拍的全的，拍全了的。我手机拍。哦，还坐地铁巴士，瑶瑶说的。地铁2块嘛。去了吴江木吗？吴江木的小孩，吴江木本来有小孩子啊，那个小孩子都10多岁哦。是不是他们团队增加吴江木，增加到5家，增加一个人，吴江木比较那个。看哪个？我不会。你没有不都会？怎么不会啊？都会看嘛，都会。不止哦，不止10岁哦。那个小朋友应该将近10多岁吧。觉得雍真的头发好看，今天你那个头发很好看，后面很有个性，好看，真的好看。翘的真的翘的好看，真好看。感觉年轻一些，他那个。四川出美女嘛，但是藏区的美女太多了，就比例比较高，很高应该是，因为藏区人口才900多万，四川那边应该有个200-300万吧。但是你看甘孜巴那边太多漂亮的美女，男的帅哥也多啊，帅哥美女都多啊。少不如川嘛。阿布怎么不和17在一起呢？分开。没有咯，现在几点钟？哦，还有1分钟，有会还有1首。哦，新的，吉祥祝福。这等着徒弟吗？快点！就他们跑那边去了。哦，他们瑶瑶他们一起去，都知道他们跳得好。这个最早也是去那个，怎么说？青阳那边，庆功啊。
这个还是拍一下，我今天没拍，手机没拍视频，拍2个吧，拍2个就够了。坚持一下，麻烦等一下啊。全部。哦，9点半就断电了吗？刚刚下了吧？下班。嬉笑。下班收个钱。今天只有我才有话直播。不难的，学回来就不难了，学回来就不难。那个好，那个好看。刚刚9点半断电，刚刚9点。来，这跑消失1个小时。啊，没事，放那边聊点哪里的，没拿过去就是了。你在电瓶车旁边。哎，等问一下他们去不去啊？哎，没事。来，警官，喝水。就下班了。跑多快的罗马出？不用。哎，来，东西来一下。来，谁的东西？谁的包包？谢谢，你好了，耶！还有不晓得，啊，不不来。知道哦，有可能去。瑶在哪里嘛？哎呀，太多了。他们跳那个去啊？你说的什么？这在商场街耍嘛，在商场街跳噻，商场那边可以跳啊，可以跳。我们就那边就是那个让主播加那么一点那个了啊。去不去？这儿去，等一下吧，我不知道。兄弟们，拿出法去了，拿出，他手机在这儿。拿出的手机。开始跳了，都已经粉丝。拿出去这儿不要拍去了，知道吗太？快了。好像就在外面就掉了，好像。拿出我搞忘了吧？拿手机丢这儿的，我在给直播。是真的不晓得。来，拿去包衣服，去拿起来。这手机。他是哪个把电取了？来，东西。啊，那是不是接电里面？这个包，这个包，那我先出了。好。啊，哪个？那儿不得。不得搞那些。哪搞那些？有可能。那天我们那儿跟连有点是有点哪个的工具包？拿来摄影的用的，他摄影的这样子。摄像的哪个的？那个等会儿肯定要来的，咱们团队的吧？突然就断电了，那今天这些最后一球饭都没放完。我穿了个衣服不见了。啊？我咨询你个事情，我想咋的呢？可能10月底嘛，看好就去昆明那个方向，就冬天家了。我想去那个方向就。我这个，我但是整之前要学一回，学好了。哪个？我这个是吧？啊，是用的啥子 APP 啥？国外的啊，你有试看一下。是不是这种？哦，那个也可以，你搞，但是要稳定，问题肯定达不到的。付费的那种。你肯定网速达不到。要付费。你这个线路肯定有问题。那我就用付费的用哪一种呢？付费的有价格也高一点。用 APP 你看你准备花好多钱。哪个 APP 嘛？我发2个也极限。我可以。就把它关掉。